是邀请你，把你的手机啊关静音，还是先关起来，免互咱叫了咱今日做礼拜的心情。感谢主，互咱会当做伙伫圣殿当中来敬拜伊，来阿罗咱的主上帝。伊是看伫一切阿罗的主、尊贵的主、荣耀的主。只是咱真心刷走一切骄傲，互咱就单单来专心注目主的心上，求主开咱的耳，开咱的心，以心灵甲信息，咱做伙来敬拜伊。求信心即时就自由来运行伫遮。求主感纳咱的祈祷甲敬拜，互咱今日拢得到伊的话语。伊的爱离开的时阵，心内拢平安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会当时常牵着咱的手，互咱袂离开伊。这条路有伊，甲咱做伙行。看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。咱若认家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一定会赦免咱的罪，洗净咱一切不义。咱只是为着咱家己的罪，为着咱所徛起的这块土地所犯的罪，咱献上祈祷，咱当心开嘴来献上祈祷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感谢你，我努力，希望你属你，希望你努力，我恳求你来赦免咱的罪，为着咱所徛起的这块土地所犯的罪，献上祈祷。主，感谢你，我努力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所在咱为着国家、社会、世界的局势，复兴台湾正教会，会当正做传扬平安福音、救赎恩典的教会，咱为着这两项的祈祷，咱献上，咱当心来祈祷，咱做伙出声来祈祷。亲爱的兄弟，我感谢你，有你是掌管万物主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你离开超过人的思想，你给我是美好的。今日你我来到你大前，为着世界局势，愿社会乱象，连地所听台湾来与你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我你，我恳求你，哈利路亚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掌管万邦万国的主。你的智慧超过人的思想，你的计划是美好的。今仔日愿来到你的面头前，为着世界局势、社会乱象，愿伫阮所听的台湾
求你怜悯阮，求你保护洗清阮一切罪过，求你赦免这个土地罪，医治人心的破碎，互人悔改归于你。愿你的平安临到战乱的所在，愿你的公义伫列国的政府当中来显明。兴起有怜悯、有智慧的领导者，照你的旨意来行。特别愿为着台湾正教会来祈祷，求你的信心大大运行，互教会来甲兴起，复兴回转归于你。主啊，愿你兴起忠心的牧者甲信徒，勇敢传扬福音，做社会世界的光甲盐。愿台湾的教会成做传福音的出口，传扬主耶稣你的救恩，互更较侪人会当明白你，接受你的爱。求你使用阮一代信徒，为着你来做工，为着你来发光，直到永远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阿门。所在的咱为着家己、甲教会兄弟姊妹，咱献上咱的祈祷，求主保守咱的心，无受攻击，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信心，有愿望，甲厝内底的人会当关系，会当和睦，有破碎的关系，求主落来咱厝的当中，来成做咱的润滑剂。咱嘛为着家庭生活的心灵，咱献上祈祷；为着咱的工作职场、甲学校、甲同事同学有好的人际关系，我嘛为着经济稳定，解决咱有欠缺财务的困难跟冤嘛，当心来祈祷；嘛为着咱每一个人的心灵有破病，还是厝内边有心灵有软弱的健康需要医治的，咱来献上咱的祈祷，咱咱的上帝来祈求，咱当心出声来开嘴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主耶稣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为了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，我来献上我的祈祷，求你保守我每一个人的心，无受对你的攻击，无受诱惑，无受压抑，使我有对你遐来的平安甲喜乐，经过我的信息，使我的温暖。主啊，我恳求你祝福我们，不论是夫妻、父母、兄弟姊妹，拢总合无体谅、有听谈。愿你的听充满每一个人的厝内面，以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心里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我努力，我恳求你。主啊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为了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献上祈祷。求你保守阮每一个人的心，无受对敌的攻击，无受搅扰，无惊吓，使阮有对你遐来的平安甲喜乐，坚固阮的信心，使阮有活泼的愿望。主啊，嘛去求你祝福阮的家庭，无论是夫妻、父母、囝儿，拢总有合无甲体谅，有听谈，愿你的听充满每一个人的厝内。以致阮每一个家庭生活的心灵，求主也帮助阮的工课、学校、职场中人甲人中间有好的关系，有智慧，有忍耐。求主面对每一个挑战，若有人受委屈、受困扰，求主你亲自来安慰，加添力量。主啊，求你看顾每一个家庭的经济。若有财务困难的、负担沉重的，愿你开路，使路稳定供应，互欠缺的，互阮伫个困境当中，犹原经历你的方式甲信心。最后，求主你来医治身体有病痛、心灵软弱、心灵忧伤的，愿你大力医治的大灵，圣手亲自来抱着因、扶持因。医治因，也保守阮的亲人身体健康，每一日拢有对你遐来的平安甲喜乐。感谢主，愿安尼恳求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
最后，咱为着教会同工甲逐项的事工，咱献上祈祷。为着牧者团队中一同工，服侍团队甲团队首长干部，我有属灵来的恩赐，服侍智慧，有智慧有能力。为着教会属灵气氛，较无信灵，愿咱赐予咱有祈祷的大灵，互咱会当欢喜介意上帝的话语，定定来读经，来敬拜上帝。嘛为着大使命的事工，传福音，带人归主。最后，咱来为着庆祝咱社教54年的逐项事工，咱嘛献上咱的祈祷，咱做伙开声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最后，总感谢你喜欢主，你喜欢我，主啊，我求你来帮助我。我感谢你经常我得罪你背信，嘛是你教会真侪你福音的出口，因那里我当心还以为阮教会牧者团队中一同工，服侍团长、高团体首长，甘来祈祷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，求你来看顾我，求你来创锻炼我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经选阮真侪你的囝儿，你的百姓，嘛说你教会真侪你福音的出口。今仔日阮同心合意，为着阮的教会牧者团队中一同工，服侍团队和团体首长干部，阮来献上阮的祈祷。愿主赐因每一个人有属灵的恩赐，有对你遐来智慧、能力甲谦卑的心，拢做工无野心，忠心来服侍你。主啊，求你赐福福建教会每一位信徒，拢有一个较无你的心，愿意亲近圣神，有活泼大灵的祈祷生活，欢喜轻读圣经，拢有对你的话语来会较无，时常欢喜敬拜俄罗主。主啊，我嘛为着大使命事工来恳求你，愿你兴起更较侪勇敢传福音的门徒，愿福音的种子传遍阮的社区、家庭、学校一场，愿阮的教会成做一个社团的基地，成做万民得救的祝福。明年是阮教会设到50许年，愿为一切庆祝甲事工，阮献上祈祷。求主亲自掌管，带领每一项计划、每一项活动，互阮毋但是庆祝过去的恩典，搁较侪是有比进入你所应允的未来。主啊，愿你的名伫福建教会得到尊重，愿你的国伫阮中间完全领导，愿你的旨意行伫阮中间，亲像行伫天顶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，阿门。看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，这条路我搁爱行，我需要你来
爱离开我，因为这条路我需要你甲我做伙行，我需要你来甲我做伴。哈利路亚！看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别离开我，不是我的行，不是不知安怎行，不是干那听袂着你的声。看我的手，请你甲我作伴，予我的脚步悠稳悠行，行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讲，你来我的行，行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讲，你来我的行。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时常看到咱的手来行。这时邀请咱所有的兄弟姊妹，咱做伙起立来敬拜咱的主。哈利路亚！咱来唱这首。你是创造主，你是我拯救，你救赎我的心主，上大的祝福。你是丰盛的王，你是我的牧者，引带我，耶稣我苦痛，我和你。你是创造的主，你是创造主，你是我拯救的主，你救赎我的心主，上大的祝福。你是丰盛的王，你是我的牧者，引带我，耶稣我苦痛，我努力。哈利路亚！咱大声来欢喜唱歌来学乐咱的主。哈利路亚！大声欢喜唱歌。大声欢喜唱歌，唱上我的歌，大声宣告哈利路亚，来到主的座前，尊
谢。